喺上一次同大家睇咧，就話耶穌喺安息日醫好一個嘅病人啦。但原來再之前一個安息日咧，耶穌都俾人哋嚟到挑戰佢，就話佢啲門徒點解喺麥田裏邊咧掹啲穗子嚟帶去食。嗱，我就將呢一件事讀俾大家聽，就係喺路加福音嘅第6章嘅第1到第5節。有一個安息日，耶穌從麥田經過，他的門徒咧就嚟帶去掹咗呢啲麥穗，用手搓住嚟帶去食。有幾個法利賽人說：你們為什麼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呢？耶穌對他們說：經上記着大衛和跟從他的人飢餓之時候所做的事，連這個你們也沒有念過嗎？他怎樣進了神的殿，拿陳設餅吃，又給跟從他的人吃。這餅除了祭司以外，別人都不可吃。又對他們說：人子是安息日的主。耶穌基督就引用翻舊約佢哋最尊崇嘅王嘅一個嘅事例。咁咧，大衛佢肚餓入去問祭司攞嘢食，祭司就將一個只可以祭司食嘅陳設餅俾咗佢。咁然後耶穌講咗個結論就係、人子就係安息日嘅主。安息日係為神而設嘅，就係、讓人可以休息，嚟帶佢有時間敬拜神。當然都係為人而設啦，就係、俾人可以唔好去做嘢，恢復翻體力。但係呢班人就定咗好多好細微嘅規矩，結果成為一個嘅重擔，令到嗰啲人有陣時好難受。耶穌就帶出一個好重要嘅信息：今日請你記住，你係乜嘢呢？你係要嚟帶佢知道律法背後嘅精神，而唔係淨係表面嘅嚟去睇律法。咁跟住要睇呢個神蹟呢，就係講到又過咗一個嘅安息日啦。咁但係過咗呢個安息日嘅時候，耶穌再一次挑戰佢哋。大家聽我讀出呢段經文，而下次我先詳細去睇。又有一個安息日，耶穌進了會堂教訓人，在那裏一個人右手枯乾了。文士和法利賽人窺探耶穌在安息日治病不治病，要把病去告他。耶穌知道他們的意念，就對那枯乾一隻手的人說：起來，站在當中。那人就起來站着。耶穌對他們說：我問你們，在安息日行善行惡、救命害命，哪樣是可以的呢？他就周圍看着眾人，對那人說：伸出手來。他把手一伸，手就復原了。他們就滿心大怒，彼此商議怎樣處置耶穌。嗱，我哋睇咗呢段經文啦，我哋下一次呢，就嚟帶去思想呢個神蹟背後一個嘅意義喺邊度？